大家好，我係 Ben 豬。可能大家認識個 Ben 豬咧，淨係覺得 Ben 豬餐廳出牌遞張紙咁簡單。其實 Ben 豬唔係嘅。今日咧 Ben 豬會帶大家睇兩樣嘢。第一就係呢度食街啦。第二，今日我會同大家講咧，係嚟緊嗰個新項目就叫減破房。好，我哋一齊去睇下先。個業主就當初就唔識點規劃，咁淨係識我知道我淨係做出牌嘅啫。咁但係我就幫佢咧就規劃咗，就不如咁啦，呢度可以分隔咗8個唔同嘅小店，而幫佢攞埋牌照。而攞咗牌照之後咧，咁我就幫佢揾埋租客。咁我哋可以睇一睇裏邊有啲乜嘢租客喺度嘅。咁呢度咧鴻圖道啦，咁我哋呢度咧又開始咧就規劃嘅時候咧，咁就係由零開始嘅。咁而家咧我哋會見到啦，一啲小店咧都係主要都係外賣店嚟嘅。咁而啲外賣店咧，我哋會規劃咗唔同嘅種類啦、唔同嘅款式啦，避免佢哋有惡性嘅競爭。咁我身邊呢間呢個長江小食店啦，咁佢做啲潮汕嘅腸粉嘅。咁呢個腸粉咧，一個年青人去創辦啦，但係佢係冇呢個做生意嘅概念同埋營運嘅經驗嘅。咁我一路同佢溝通啦，了解咗佢嘅需要啦，咁啊幫佢出牌裝修以外咧，亦都俾佢營運上咧俾到好多專業嘅意見佢。牌照方面咧，其實平時一般嚟咁做咧，就係你租客去申請牌照嘅。咁但係我就俾咗個意見個業主咧，如果係個牌照係自己 hold 翻，再委任翻租客去做咧，咁第二日避免咗，如果租客突然間流失嘅時候咧，咁你自己都 hold 翻住個牌。咁第二個租客一進場，即刻可以帶人帶貨做生意。咁業主好同意呢件事，所以最後決定咗用有限公司去 hold 牌，就委任新租客去做持牌人。大家睇到後邊啦，好多人喺度排隊買午餐啦，見到原來規劃咗之後咧，攞埋牌照就出嚟個結果係咁咧，佢都好 surprise。至於租客方面咧，佢已經喺3個月裏邊嘅 big even， 而家仲係處於係賺錢嘅機會添。而家呢度都塑造咗個形象啦，我有其他客戶見到我呢條街由我去參與策劃咧，對我信心度都提升咗。跟住我哋睇完呢個咧，我哋就要去睇減破房啦。而家呢度咧係我第2個嘅減破房，而我個角色咧就係幫人處理牌照嘅問題啦。嚟緊減破房都要攞牌嘅，同埋嗰啲嚟現場點樣去修正出牌嘅要求啦。因為施工嘅團隊咧未必知道個要求個法制喺邊度嘅，而我嚟到做埋監工監管住尺寸啦、大細啦、通道啦，避免咗有錯失。由2026年3月1開始咧，政府就立例啦，所有劏房咧就相對就變咗做減破房。咁減破房嘅要求咧，最主要就係個面積啦，最少有86個尺寸。咁同埋就消防通道啦，要隔火啦，所有電同水咧要獨立標啦，同埋要有相關人士簽名啦。咁其實政府立咗例咧，相對嚟講係喺個減破房咧提升咗個安全意識嘅。咁喺我哋完成之前咧，我哋必須做好啲科水嘅嘢啦，去水問題啊、來水啊呢啲全部規劃要做防水啦，避免咗日後影響他人嘅建築物啊嘛。嗰個岩面咧，最主要咧，佢就係隔火嘅耐熱，同埋可以有隔音嘅功能嘅。成日好好 feel 喎！一入門口咧就係嗰個叫開放式嘅廚房個位置嚟嘅。你睇到啲喉管啦，預備有升盤啦、洗衣機啦、抽油煙機啦，咁就喺晒呢個位置嚟噶啦。咁呢度咧就係洗手間啦、沖涼啦、坐廁啦，都喺晒呢個位置啦。基本上而家個減破房我哋係做到會所式咁嘅要求，包括空間啦、lighting啦、採光啦、用料啦，我哋都係希望就係將佢淋漓盡致，做到最好嘅感覺。政府立咗例，對於啲舊嘅業主嚟講咧，就淘汰咗啲劣質嘅劏房，或者對於新嘅投資拓展一個新嘅商機。原因係新嘅項目令到佢嗰個租金回報價值提升咗。中環伊利近街呢個減破房啦，呢1層半啦，咁就衍生咗有14個單位啦，14個房間。咁呢14個房間咧，對於個業主嚟投資嚟講咧，個回報非常之高，因為佢而家係有 rent to rent 嘅模式。
而 rent to rent 嘅模式咧，佢係可以將個租金咧提升到差唔多一間房開1萬至2萬鬆啲蚊。咁其實嚟講，投資咧個回報咧係差唔多去到30幾厘嘅，咁其實非常之吸引。咁平均一間房間嘅投資嘅使費咧，就預大概15萬一個房間。一般嚟講，用2年至2年領到咧，已經可以收回基本成本㗎啦。咁最主要咧，我衍生出嚟我嘅角色咧，最重要就係考慮可以攞到牌照啦、啱例啦。成個統籌啦，掌握到時間啦，因為施工嘅團隊咧，有陣時可能對排例嘅嘢咧，佢係未必咁熟悉，同埋執行性未必咁強。咁呼咗我去統籌之後啦，時間性嘅掌握，早1個月頭去完成任務，早1個月收租，個回報亦都可以早啲完成。揾 BanG 去統籌咧，唔係淨係幫你填張方揾你簽名入個申請咁簡單。由我去統籌，由0去到100，都有人去監管成件事，好流暢地完成任務。咁而家我哋坐緊呢個位置咧，係間咖啡店嚟嘅。咁係由 BanG 5年前去統籌規劃。今日我哋仲有機會坐得喺度嘅，其實都感覺好大。因為將會下個禮拜就會 bare shell 清拆晒所有嘅嘢，交翻俾業主。咁每一年我都係將個牌 renew 完之後，都係親自拎嚟呢個鋪頭嗰度，咁同個客人有溝通同埋互動啦。佢知道我好有心，特登過嚟飲杯咖啡，咁我係同佢講唔明係唔捨得。最後原來咧就有一個好大嘅 referral 即將發生啦。其實我真係冇諗過，原來因為一個擺唔低嘅感情，原來變咗一個 referral。我要嘅引薦咧，就係有啲工廠大廈嘅業主咧，咁可能嗰個物業未租出啦，或者想提升咗嗰個租務嘅回報啦，咁需要要規劃嘅，咁可以揾 BanG 同佢規劃下啦。工廠大廈的話咧，就可以用佢嚟做雲端廚房啦。雲端廚房就係而家係另一個business 嘅 model 嚟嘅。咁至於如果佢嗰個物業係住人嘅物業咧，咁亦都可以揾 BanG 去同佢做簡樸房啦。咁簡樸房就可以將佢提升咗個租金回報嘅。認識咗 BanG 3年啦，咁3年嗰20秒我唔講，大家都記得㗎啦。咁嚟緊呢20秒都要改一改㗎啦。咁大家可以萬眾期待 BanG 嗰20秒改咗啲咩？到時講俾大家聽啦。拜拜。又唔飛。